頭起先來看桃園區秀山路今仔日飯店店外有一棟大樓爆炸，住佇咧4樓70多歲阿嬤不幸死亡。當地里長是講，這現場有聞到瓦斯味，敢是因為瓦斯引起的爆炸？消防局是表示講，導火原因還佫較深。桃園發生面體氣體爆炸意外，時間是13透早，桃園區秀山路一棟大樓，住戶家里長講，先聽到正大聲爆炸的聲音。所落來就真濟碎玻璃噴甲四過，尾仔就看到有所在開始導火。你有聽到爆炸聲嗎？嘣一聲，很大聲而已啊。對呀、啊。你也嚇一跳？嚇一跳哦，我就趕快跑下去了，煙就很多了。現場的民眾聽到有一聲爆炸聲，那玻璃就四散，那隨後就傳出濃濃的這個瓦斯味。桃園市消防局接到報案，緊急派大批人車來搶救。救出4個人，4樓氣體爆炸的所在，救出一位70幾歲獨居的婦人，規身軀90%燒燙傷，救出時陣已經無喘氣心跳，送病搶救也是救袂大。另外，又閣對5樓救出2個查某，1個查某，也讓其他的住戶攏家己走出來。救災人員到達現場時，發現4樓有濃煙竄出，立即部署水線搶救。現場共救出4名患者，其中4樓1名女性歐卡。及5樓1名女性清醒，接送往聖保路醫院。將隊全力拍火，火佇20分鐘左右就拍花。這麼樓梯間4過攏沾水，大樓內面也規個攏是煙味。也若導火原因，火調科正佇咧調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